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就是正文的地方。那我们看到第68页的最后一段。那68页的最后一段呢，所要讲述的呢，就是讲述探讨兴亡还有心所的部分。那我们可以知道说，一切的所知呢，所知它最主要呢，可以分为就是常法和无常法。那我们是在常法跟无常法里面呢，是在无常法里面。那在无常法里面，我们知道可以说无常法呢，它又分为就是色法、心法，还有心不相应行法这三种。那所以我们在讨论心王跟心所的时候呢，是在它的体性呢是了知之上，也就是在心法之上呢去探讨说。这个了知呢，到底是心王还是心所，并不是说在无常里面的设法或是不相应行法上面呢去做探讨。所以我们可以了知呢，我们现在所要探讨的心王和心所呢，它一定是属于了知，而且它的体性呢，一定是明且了知。对于说我们在了解这个明且了知、体性是明且了知之上呢，来探讨心王和心所时候呢，那心王和心所出处呢，到底出自于哪里呢？就是第一个呢，就是在世尊所讲述的戒经里面呢有提到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像是持世菩萨呢他所造的辩中辩论里面呢，也有讲到说，就是我们如何呢在明且了知的这个心法之上呢，然后去探讨到说它到底是属于心王呢，还是心所。那在辩中辩论里面呢，他所引用的句子呢，就讲到说，就是第一个呢，见义现形象，那差别由心生，差别由心所，见义现形象，差别由心所。那这边呢所讲到的呢，就是见义现形象呢，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法呢，就是要了解它的意义的时候呢，了解它这个法的意义，然后显现这个形象呢，最主要呢是属于心王的作用。那差别由心所，那看到呢这一法它之上的这种种种的差别呢，最主要呢是心所的作用。在解释就是差别为心所，或者说差别由心所的时候呢，那在讲述到差别的时候呢，除了我们刚刚所讲到的，那有另外一种解释呢，就是提到说心王的差别呢，就是心王之上它各种作用的差别呢，就是叫做心所。那有这种解释，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呢，就是见义现形象，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一法之后呢，然后了解它最主要的意义呢，了解它的这种意义形象呢，显现形象呢，最主要呢是心王的作用。那刚刚讲的就是这种解释的方式呢，是透由就是境上面去做解释，就是呢，心王他了解呢是这一法它所代表的意思，那心所呢是了解这个境呢它的意义，它除了它本身的这个意义之外呢，那它本身具足哪一些细微的差别呢？那去探讨这个去了解细微差别的这个作用呢，是心所的作用。那这是一种的解释。那这种解释呢，是一般呢就是比较多人用的解释的方式。所以从这边呢，就是由见义现形象呢，差别由心所这个去解释的时候呢，这个差别呢，就是我们可以从有境之上去做解释，然后也可以从境之上呢去做解释。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，我们先以有境之上来做解释的话呢，就是提到说呢，一个能够直射的了知，那直射的这个了知呢，它在原色的时候呢，就是它仅缘到色这一点呢，那是心王的作用，最主要的作用是来自于心王。那这个心王之上呢，它又有各种不同的差别，就是它这边的差别呢，差别为心所的这个差别呢，如果说我们差别不以境来做解释，以有境做解释的时候呢，就提到说这个原色的这个了知呢，那这个了知它本身呢，就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作用。所谓的差别呢，就指到说它除了缘到色之外呢，那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作用，比如说它具有能够领受、感受等等，就是各种不同的这种作用呢，那这个是从心所的这一方面呢来做心的作用的方面呢，就是从有境的方面来做解释。那如果说我们用这种解释来解释的时候呢，那有人会升起一些疑惑，就提到说呢，像我们刚刚所讲的，如果是我们在解释差别的时候呢，是从有境方面去做解释，就提到说这边差别指的是心所的差别的时候呢，那有人就会升起疑问说，
那照理说，心王和心所二者呢，它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啊，因为我们在讲述心王和心所的时候呢，它已经是具备了五种相应。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，就比如说以直平眼支来说好了，直平眼支呢，它有一个直平眼支的心王，那和这个心王所相应的呢，就是五种片形心所，就是五片形心所。那这心王和五片形心所呢，它们因为是具备五种相应的缘故，所以他们持职的方式呢是相同，他们的所缘呢也是相同，他们所缘的呢都是瓶子，那他们显现的形象呢也一样，都是显现同样的东西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该如何说心王和心所二者呢是有差别的呢？因为他们明明他们的所缘就是所缘都是一样，除了缘的瓶子之外呢，他们缘的所缘瓶子的颜色、大小等等呢，他们的所缘完全都是一样的。那如何说心王和心所之间呢是有差别的呢？那在解释的时候呢，就会提到说，所谓的差别呢，就只要说他们所缘虽然都是一样，但是是用作用来区别，就是只缘到镜的体性的这一个呢，是属于心王的作用。那对于说这个瓶子呢，它本身呢是好看不好看，就是它的好坏、大小，或者说黑白等等这些差别呢，是透由心所呢去圆的。所以这边呢是从他们的作用方面呢讲到说心王跟心所的差别。虽然说他们的所缘都是一样，但是他们作用不同的缘故呢，所以以作用方呢，然后来成立出心王和心所之间来做区别。同样的呢，如果说我们以另外一个方式呢，就是刚刚所讲述到的，就是能够透由镜方面那一方去解释的话呢，那就是一样，就是当心呢，就是能看到瓶子体性的这一个呢，就是以镜来做基础的时候，就以瓶子来说，看到瓶子体性的呢，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心王。那瓶子呢，它本身的这些特色，像是瓶子的大小、瓶子的好坏。那瓶子的颜色等等呢，见到瓶子的这些特性的呢，那这个呢称之为是心所，所以可以从镜的方面来做解释，也可以从有镜的方面呢来做解释。那所以呢，无论呢我们是从镜上面去解释心王和心所，或从有镜方面呢去解释和心王和心所呢，那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去解释呢，那心王和心所呢，它一定呢都是具备五种相应的。那有些人在解释心王和心所的时候呢，他会解释到说呢，心王呢就是所谓的主要的，它就有点像是国王一样，那心所呢就像是围绕在国王旁边的这种大臣一样，就是有的人呢会以这种方式来做解释。那这种解释呢是不正确的。那为什么说我们在放譬喻的时候呢，不能放置国王或是大臣的这种譬喻呢？因为为什么不能想说哦，心王跟心所的关系呢，就像是一个国王，那国王的身边呢，就是有5、6个主要的大臣，或是我们现在来说呢，就像是总统呢，或者说像是总理，那他身边呢会有一些就是内阁的大臣啊，跟在旁边这样。为什么说不可以用这一种譬喻呢来解释呢？因为如果用这种譬喻来做解释的话呢，是没有办法周遍的。那为什么说我们不可以用就是国王和大臣之间的关系呢来做譬喻呢？因为不管说这个国王呢，他有几个大臣呢，随时在侧，这些大臣跟国王彼此之间呢，因为他们是不同普特伽罗的缘故，不同人的缘故，所以他们有着不同的相续、不同的水冕，然后不同的根器，所以不能用这种方式呢来做比喻，因为我们讲到了，就是心王和心所呢，他们最主要呢，就是因为他们一定呢是具备了五种相应。那在讲述五种相应的时候呢，他们的所缘呢都是一样的，所缘相同，形象相同，那他们所生成的这个时间呢也是一样的，那他们的值呢也是相同的。而且呢，他们的不共的因呢也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如果我们用国王和大臣来做比喻的话呢，就有一点不恰当，因为他们毕竟呢是不同的相续。那如果说国王跟大臣的譬喻呢不合适的话呢，那我们该以什么来做譬喻呢？那在譬喻的时候呢，就要讲到说，就比如说呢，我们是在种花的时候，我们如何用种花呢来做譬喻呢？就比如说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种花的时候呢，那一开始我们要种花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先看到就是花的一个形状，无论说它是什么形状，不管说它是什么种类的花或这样，但我们一看到花的时候，第一呢一定就是看到这样一坨，就是有一团在那边。
就一整坨东西在那里。我们看到这一整坨花呢，就是心的作用。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看花的时候呢，最主要呢是透过眼睛在看，所以眼睛呢就是一开始我们看到一整坨花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心王的作用。一开始看到这一整坨是心的作用。那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呢，我们内心呢必定会有种种不同的作意，就是对于这一朵花呢是好坏，就是喜欢或是不喜欢。因为看到你会觉得说这个丑，所以我不想再看这朵花，你觉得很丑不想再看，或是很漂亮呢想要再看，或是觉得这朵花就是长这个样子，你也不会特别去关心。那这个作用呢是从何而来呢？这个作用呢最主要就是受心所的作用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讲到第一个呢，就是受心所的作用呢，它就是去感受到这个是美好，或是你喜爱不喜爱的这种感受升起来呢，是受心所的作用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说想心所，想心所呢，它最主要呢就是去观察，就是他会去看这个花呢，它到底是什么颜色，它呢到底是红色呢还是黄色，那它到底是大呢还是小，就是这种呢会去观察的这个作用呢，是属于想心所的作用。那我刚刚讲错了，就是去观察的这个作用呢，是想心所的作用，就是我们能够去观察，然后做出差别的这个呢，是想心所的作用。那现在呢，才是讲到说思心所的作用。思心所的作用呢，就是在经律里面比喻呢，就比如说我们在拿磁铁的时候，我们有一颗大的磁铁的时候呢，那大的磁铁在移动的时候呢，附近的铁呢，它会因为大磁铁的移动呢，它会跟着移动。所以呢，这个实心所的作用呢，它就是有转动我们心的这种作用，就是心呢会跟着这个实心所而动，就是实心所想到哪里呢，那它就会跟着而动。所以实心所它是具备转动的这种作用。实心所呢，它的作用呢，就是能够牵引，就是能够牵引着我们的心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说作意，就是五片形里面的作意心所。那作意心所呢，它最主要是说，我们的心呢，看它最主要呢，就是你想要圆到哪里去。就比如说，在这一片，我们看到一堆花里面呢，那你到底是去看哪一朵花的时候呢？那这种就是作意心所的作用。就是这么多花里面，你会挑一朵去看或是去观察的时候，这种特别挑到哪一朵花去看的这个作用呢，是属于作意心所的作用。那最后呢，就讲到说触心所。那触心所呢，最主要呢就讲到说接触的部分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直凭眼之呢，它要了知到瓶子的时候呢，一定是这个眼之呢跟瓶子呢要有所接触。那这个接触的这个作用呢，就是触心所的这个作用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这边讲述到就是说，我们在讲述五片形心所的时候呢，就是它每一个心所呢有它个别的作用，但是呢，就是我们在讲总体的时候呢，就是心王呢它本身呢会不会去接触，它也有接触，那它呢也会去想，也会去思，然后也会有受，但是呢，它的这些作用呢，最主要是来自于心所个别的作用，所以心王呢，它也同时会具备这样子的能力。那人气这边就回答到说，通常呢，我们所讲到的正知呢，正知它的能力是什么呢？正知的能力呢，就是不忘失所缘，就是我们对我们的所缘呢，就是没有忘失的这一种呢，是正知的能力。所以呢，它并不是想心所，正知它是让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在背书的时候呢，就是我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串习，那让我所背的东西不要忘失的这一种。不忘失所缘的这个能力呢，才是正知的能力。所以正知呢和想心所的作用呢是不一样的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比较含糊，就是平常我们的思考是心所的作用嘛？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就是我们在讲说思维空性的时候，那其实思维空性呢，它只是一个总相而已。就是你在讲述思维空性的时候呢，你是说你对于空性这个境呢，你是去沿着空性来解释吗？如果说沿着空性，就是你所讲的思考空性是沿在空性，专注在这个空性的这个境之上的话呢，那专注在境上的这个作用呢，呃呃是属于定心所的作用，它是五别境里面定心所的作用。那如果说呢，你思维你在你讲的思维空性呢，是讲说不忘失所缘的话呢，那就是像刚刚所讲的呢，它是属于正知的作用。所以光只讲思维空性的时候呢，并不能表示说是哪一个
心所的作用。因为一般我们在讲说思维空性的时候，我们主要会讲到说是所缘，所以讲到所缘的时候，就会提到说你在思维空性，好像就是你专注在所缘在空性之上的话呢，那专注在空性之上呢，专注于静的这个作用呢，是属于定心所的作用。那至于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是无分别心的思心所的作用呢，是否也是业？那这个是没有错的，因为我们在讲业的时候呢，业的性相呢，就提到说呢，就是讲到说思心所，所以凡是思心所呢，它就是属于是业。讲到说呢，就是心所呢，就是思心所是业的这一个呢，那对于说一切有部来说呢，他会觉得业呢，就是它是属于就是俱舍。那对于应成派来说呢，他也是觉得说业呢，它是跟俱舍是有交集的，业和俱舍这两者呢是有交集的。但是以我们现在就是经部中乃至于说唯识中来说的话呢，就是凡是业呢，它必定是属于思心所，不会有俱舍的，不会和俱舍呢是有所交集。所以对于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，他只会讲说是业，因为这个业呢不一定会是心所，所以对一切有部的解释来说，他会觉得业呢不一定会是心所，所以这个是有差别的。但是在现在一切有部的话呢，就是凡是业呢，它的性上就是范围是思心所。那人们现在说，最后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菩提心为什么是心王？那慈心跟悲心为什么是心所？那人们就开玩笑说呢，你问了一个心绪之中没有升起菩提心的人这个问题。那人们现在呢就看到说他先来做一个假的回答，等到哪一天呢真实升起了菩提心之后呢，然后再真正的做回答。那就是呢我们在讲说为什么菩提心呢它是心王的时候，最主要呢是提到说菩提心的性相，或者说菩提心的定义里面呢，它就有提到说具备了2种希求，然后呢是希求于就是菩提的这个心。那我们在讲到说希求菩提的这个心的时候呢，就是说我们祈愿我们就是讲到说愿能够获得菩提心，愿能够获得菩提的时候呢，这种心讲的就是一般的体性。那我们刚刚讲说原种的这一种呢，它一定是心王，因为它没有特别强调到什么作用的时候呢，它一定是只能会是心王，并不会是心所。至于第二个呢，就是悲心跟我们自己慈心来说好了，慈心为什么是心所呢？因为它本身就是具备一种悲悯的作用，所以他在讲到说悲悯这种作用的时候呢，就表示说它是一个心所，所以主要是从这边呢来决定说菩提心是心王，那以及慈心跟悲心呢它是心所。那至于说呢，就是直平的分别之呢，那它的触心所是如何的作用呢？那这边呢我们就讲到说。我们讲到说，能够直接接触到静的呢，就是只有根知。因为我们讲到说，根知它是唯有接触到静呢，才能够升起。因为呢，它是不需要掺杂着分别知，它不掺杂分别知，不掺杂着异共相而升起的缘故呢，所以它必定要直接接触到静。就比如说，我们不可能看到墙壁背后是否有污垢，因为呢，你要看到墙壁背后是否有污垢呢？你一定要走到墙的后面去，你才可以看到。我们不可能在墙的正面，然后看到墙的后面有污垢，因为呢，根知它一定要接触到镜之上呢，才能够升起，所以这是属于直接的接触。但是在分别知呢，它没有办法直接它可以透由不直接接触到镜的方式而升起的时候呢，所以我们在讲述到说分别知呢，它所谓的接触到镜的时候呢，除了说像我们刚讲的，就是像是直接眼知。根知呢是接触的这一种是一种接触的方式，另外一种就像是分别知它去接触。那分别知在接触镜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去入镜的时候。什么叫做去入镜的时候呢？就是你现在脑袋里面呢在想着瓶子的时候呢，你不可能升起一个直住的分别知嘛，因为你所去入的是瓶子的缘故，所以你接触的镜呢还是瓶子。虽然说它不是像眼睛的这种接触方式，但是它是去入于瓶子的缘故，所以你才会升起了直屏的分别知。你不可能脑袋里面边想着柱子，然后升起一个直屏的分别知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它也是透由去入镜的方式呢，然后接触到镜。那以上呢，我们就是对于心王和心所的一个概说呢，大概都讲完了。那实际上呢，心王跟心所的内容其实都已经包含在里面。那看起来好像心王跟心所我们已经结束了。
这边就开个玩笑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进入正文的地方，不然在刚刚那边一直讲述的时候呢，然后我们都没有进入正文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从正文第68页的地方呢，然后开始来做解释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好了，就是我们呢平常就是会，比如说我看到某个人的时候呢，你刚刚看到这个人走过来，远远看到他走过来的时候呢，你内心就会感到不开心，因为你看到他你就觉得很讨厌，你根本就不想遇到这个人。那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呢，就是每个人都曾经发生的。那我们就讲说他小时候的一个故事，就是他小时候呢，就是有一个同学，那这个同学呢，就是他对人们就说对他的恩德非常的大。那大概是人们切8到12岁之间的时候呢，都是跟这个同学呢，就是是一起过日子。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在南印度的甘丹市呢，就是常常停电。那个时候停电的时候呢，又不像说我们现在就是都有充电器，然后有充电的手电筒，没有，那时候就是纯粹呢就是放那种大颗电池的那一种手电筒。那后来当然是说顺源越来越巨乳之后呢，那手电筒它可以越做越小只，然后越来越亮。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三大室常常停电的缘故呢，然后只要一停电的时候呢，就是仁波切的这个室友呢，他就会拿着手电筒呢，然后照着自己的脸下方，然后做鬼脸呢去吓仁波切。然后仁波切看到之后，他就非常的害怕，他只要每次一看到这个呢，他就会立刻呢爬到他老师身上，然后把用那个披肩呢把自己的脸蒙住，因为他非常非常害怕看到这种脸。这个最主要要表达的呢，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看到这种脸，或者说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，我立刻就会不开心呢？就是自然而然我们也会讲说，我看到这个我就不开心，我根本就不想看到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不喜欢，我看了我就不高兴，我就不开心。那所以有没有发现说，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，就是很多的分别之，它都是随着名言的力量而升起，或者说随着名言而去入的。因为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呢，我自然而然就会表达说，我呢不开心，我看到这个人不开心，或是今天发生了某一件事情之后让我不开心，我并不会说发生了这件事情，所以我的心所不开心，我不会这样子去表达嘛，我一定是说今天怎样怎样，所以我很不开心，我很不高兴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会很自然而然呢，在表达事情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们内心在想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直觉的感受呢，就是我的心呢感受到苦。因为我们讲到说不开心的时候呢，就是心里有所苦的时候才会讲到说不开心嘛。所以在讲授的时候，我们会把心呢跟感受痛苦这两者呢是无法做一个区别的。我会直接说心不开心，不开心为什么呢？不开心就是因为你的心感受到苦嘛。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呢，就是学了心类学之后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我们在感受痛苦的呢，其实并不是心在感受痛苦，而是五片形里面的受心所呢，它在感受到苦。因为受心所的作用呢，所以我会说我们的心呢感受到苦。心王跟受心所两者呢，它并不是同一个繁体，它是不同的繁体，所以它二者呢是相异的。但是从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的表达出呢，就是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就会直接表达出是我不开心，或者说我的心很苦，我觉得好痛苦，我觉得怎样，那这都是对于我们心的一种表示。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我们并不会特别去区分说，哦，我的心所觉得痛苦，我的心所觉得快乐，并不会这样子去做表达的。再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就比如说呢，我们有时候去花园的时候呢，那可能会觉得说旁边的人呢，他就是很专注的呢，在看什么事情的时候，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说，你到底在看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你这么的专注？那他可能会回答你说，哦，我现在呢就是在算，就算那边呢就是有到底开了几朵花，或者说呢我在看就是那一片花园里面呢。蓝色的花跟白色的花，我在看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。那我们在陈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会觉得说，就是我在算有几朵花，或者说我在看这个花它的颜色差别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呢都会很直觉说，这个呢是属于心的作用。但是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就是能够去观察、具备观察能力的这种作用呢，其实是我们的
想心所的作用。所以如果说我们学了心类学之后呢，我们的内心就可以对说，我们内心其实我们在圆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好像都是觉得心在圆，但是其中呢都是包括心所的作用。所以学习了这些之后呢，能够帮助我们对于自己的心的这种状态呢，能够更清楚的去了解。那还有呢，比如说呢，就是有时候在喝茶的时候呢，那可能就是呃，室友已经煮好茶之后呢，那你可能就叫另外一个室友说，哎，你去看看今天的茶煮的怎么样？那你这个你的室友去看这个茶煮的好不好喝的时候呢，虽然说去看煮的好不好喝的时候呢，我们去的时候一定是先看到茶的颜色嘛，这一杯茶煮出来的颜色，然后呢会去闻一下就是这个茶的香味，然后之后呢我们可能喝一口。那喝一口呢，我就觉得说这个茶到底好不好喝。那他他看了完回来之后呢，他就跟我说，今天这一杯茶呢，就是肯定很好喝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看起来颜色呢，茶的颜色呢就漂亮，闻起来又香，然后喝起来呢又甜好喝。那不仅仅是我这样觉得，你看那个另外一个人他也是这样子说的，所以我们乍看之下呢，会觉得说是这个普特切罗，我的室友这个人呢，他去认知了说这个茶好不好喝，他去品尝了这个茶好不好喝，但是实际上呢，我们叫他去看茶好不好喝的时候呢，其实他已经用了他不同的这些根枝，然后有了不同的作用。像他看到颜色，这个茶的颜色很好，他一定是用眼汁嘛，然后在闻香味的时候，一定是用鼻子去闻，然后喝这个茶好不好喝的时候呢，是舌汁。虽然说呢，我们感觉起来呢，好像是一个总的一个普特切罗呢，然后他在跟你说这个茶好不好喝，但实际上呢，有作用的呢是这个普特切罗它心绪里面的眼汁、鼻汁跟舌汁的作用，因为它心绪之中有了眼汁、鼻汁跟舌汁这个作用之后呢，所以这个普特切罗我们才会觉得这个人说好喝，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在说好喝，但实际上呢，能够有这些作用的人呢，是他这个普特切罗他心绪之中了知的作用。那人们谢刚刚是说到，因为现在他那边的网络呢又开始不稳定了，所以我们就今天就先上到这边。